俾我哋知。憑着果子就能夠認出這一棵樹。憑着果子就能認出呢棵樹。那同樣的，我們也憑着一個人的生命的果子，就可以認出這個人的生命。同樣，我哋憑住一個人生命嘅果子，就能認出佢嘅生命。果子可以彰顯這一棵樹，果子可以彰顯呢棵樹。所以生命的果子也可以表現我們的生命是一個怎麼樣的生命。所以生命嘅果子亦都可以表現我哋嘅生命係點樣嘅一個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們，所以弟兄姊妹們，我想請問你一個問題。我想請問你一個問題：我們是活出新的生命呢？我哋係活出新嘅生命，還是我們依然活在舊的生命當中？定係我哋仍然活喺舊嘅生命當中呢？我們是新人，我哋係新人，是新造的人，係新造嘅人，有新生命的人，有新生命嘅人。那我們就必然要在生活的當中有新的行為。咁我哋就必然要喺生活當中有新嘅行為。因為主耶穌基督說，因為主耶穌基督話，你們的光當照在人前，你嘅光應當照在人前，叫人看到你們的好行為，叫人看見你嘅好行為，然後就使你們在天上的父得着榮耀，然後就能夠使你們在天上嘅父得着榮耀。這些的好行為，呢啲嘅好行為，就是我們生命的果子，就係我哋生命嘅果子。我們已經知道彼得鼓勵我們要不斷的努力追求靈命的成長。我哋知道彼得叫我哋不斷努力去追求生命嘅成長。彼得後書第1章我們已經在看，還沒有看完。就係喺彼得後書嘅第1章，我哋已經睇過。彼得告訴我們，有了信心，還要加上美德。彼得話俾我哋知，有咗信心，仲要加上美德。有了美德，還要加上節制。有咗美德，仲要加上節制。為了就是要我們能夠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。為咗就係要使我哋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。然後耶穌基督也告訴我們，然後耶穌基督亦都話俾我哋知，他是葡萄樹，佢係葡萄樹，我們是枝子，我哋係枝子，所以我們需要在樹上來結果子。所以我哋要喺樹上嚟結果子。也就是說，凡屬我不結果子的，他就耶穌話：凡屬我而不結果子嘅，佢就剪去。然後凡結果子的呢？然後凡結果子嘅，他就修理乾淨，佢就修理乾淨，讓他能夠結更多的果子。咁佢就能夠結更多嘅果子。我們的上帝期望，所以我哋嘅上帝期望、期待、要求，我們基督徒必須要有生命的果子。我哋基督徒必須要有生命嘅果子。我們必須要活出新的生命的果子。我哋必須要活出新嘅生命嘅果子。上帝要求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須結果子。上帝要求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須結果子。因為耶穌話，不是你們揀選我，唔係你哋揀選咗我，是我揀選你們，係我揀選咗你哋，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，並且分派你哋去結果子。你們多結果子，你哋多結果子，我的父就因此多得榮耀。我嘅父就因此多得榮耀。所以基督徒，你和我的生命必須結果子。你同我嘅生命必須要結果子。所以不要依然活在舊有的生命裏頭。所以唔好依然活喺舊有嘅生命裏頭。如果你沒有生命的果子，如果你冇生命嘅果子，表明你依然活在舊有的生命裏頭。表明你仍然活喺舊有嘅生命裏頭。好，那麼我們再繼續看，到底生命的果子有哪幾種？咁我哋今日繼續嚟睇，到底生命嘅果子有邊幾種？我想大家都知道聖靈的果子。我諗大家都知道聖靈嘅果子。但是你知道嗎？聖經裡面除了聖靈的果子，還有其他的果子。但係聖經裏邊除咗聖靈嘅果子，仲有其他果子。你知道一共有多少個果子嗎？你知唔知一共有幾多個果子呢？知道嗎？聖經要求我們基督徒戒，除了聖靈的果子，還有其他的果子，你知道嗎？聖經入邊要求我哋除咗聖靈嘅果子，仲要有生命嘅果子。我們都不知道。大家知唔知道？我們只知道聖靈的果子而已。我哋淨係知道聖靈嘅果子。好，今天早上。今日朝早。我就送你6粒果子。我就送俾你6粒果子。6種生命的果子。6種生命嘅果子。不用怕，我很快的就結束了。唔使驚，我會好快就。我不會再長氣的了，我會短氣就是了。唔會好長氣。6種生命的果子。6種生命嘅果子。好，第一種。第一種。OK， 我們要結果子榮耀神啦，哈 ，bear fruit to glorify God，這是耶穌基督對我們的要求。
我哋要結果子，榮耀神，係耶穌基督嘅那要求。第一種果子是聖靈的果子，大家都是耳熟能詳的了。第一種果子就係聖靈嘅果子，就係大家耳熟 The 能 fruit of the 詳。 Holy Spirit, right？ 我想這大家都是耳熟能詳的。相信呢個大家都係耳熟能詳嘅。聖靈的果子聖靈嘅果子在哪一本書幾章幾節？喺邊一本書幾章幾節？啊，5章。啊 ？OK， 好 ，right， 你的名字在上面了 ，OK 。這是加拉太書5章22到23節。就係喺加拉太書5章22到23節。我們的黃牧師也已經在帶領我們思想這個聖靈的果子，雖然還沒有講完呢，好像還有2個3個。黃牧師亦都帶住我哋去思考呢個聖靈嘅果子。那加拉太書告訴我們聖靈的果子。加拉太書話俾我哋知關於聖靈嘅果子。聖靈在我們裡面，聖靈喺我哋裏邊。我們要被聖靈充滿。我哋要被聖靈充我們要滿。按聖靈行事。我哋要按聖靈行好讓事。聖靈能夠透過我們接觸彰顯它的果子。好讓聖靈透過我哋去彰顯但是佢嘅果子。聖靈的果子是屬於什麼呢？但係聖靈嘅果子係屬於咩呢？其實聖靈的果子是一種品格的塑造。其實聖靈嘅果子係一種品格嘅塑 It's 造 a。character building. We have to build our character. 我們需要去培育、栽培我們基督徒應該有的品格。我哋需要去培育同栽培我哋基督徒應該有嘅品格。記得聖靈的果子所講的是基督徒的品格。記得聖靈嘅果子係講緊基督徒嘅品格。什麼叫品格？咩叫品格呢？品格就是到底你和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。品格就係話你同我到底係點樣嘅一個所以人。品格所講的是我們的所是 our being。所以品格嘅講緊嘅係我哋嘅所是。Who are you？ 你是誰？你係邊個呢？ Who am I？ 我是誰？我又係邊個我呢？們基督徒是一個怎麼樣的人？我哋基督徒係點樣嘅一個人？這些都是品格。呢啲都係品格。也就是講的就是我們的所是，我的 my being and your being。都係講緊我嘅所是同你嘅所是。所以我們說 we are human being。所以我哋話我哋係 human being。我們是 human being， 我們是人。我哋係人。但是 human being 跟 being human 又不一樣。但係 human 所以 we are human being， 我們是人，所以我們首先要注意的是我們的 being， 我們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。所以我哋要注重嘅係我哋係點樣嘅一個人。所以上次我知道跟大家講過，我們都很注重我們的 reputation。上次我同大家講過，我哋都好重視自己嘅reputation 是我們的名譽，我們的聲譽。就係我哋嘅名譽同埋聲譽。明白 reputation。呢個就係 reputation。 Now, reputation is how people see you， 那就是你的 reputation。呢個名譽就係別人點樣去看你。名譽是別人怎麼看你，名譽係人哋點樣別睇，人怎麼評估你。人哋點樣去評估你。 That is your reputation。呢個就係你嘅名譽。但是 character， 但係品格， now character 才是那個真正的我。呢個品格先係真正嘅我。我怎麼看我自己？我點樣睇我自己？我怎麼樣評估我自己？我點樣評估我自己？這才是 character。呢個先係品格。你明白嗎？我們都很重視外面的聲譽，我們都要在外面有好名聲。我哋好注重喺外面有好名聲。但很多時候，實際上我們的品格並不等於我們的好名聲。但係我哋嘅品格唔等於我哋嘅好名聲。清楚嗎？清楚嗎？聲譽、名譽是外人怎麼樣看你，怎麼樣評估你。聲譽、名譽係外人點樣去但是評估你。 character 品格是你才是真正的你。品格係你先係真正嘅你。所以聖靈的果子要求的是我們必須要先注重我的 being， 我的 character。所以聖靈嘅果子嘅要求係我哋必須先注重我哋嘅品格。好，所以那個一粒果子有9種味道，你們懂了哈 ？OK， 那就不用說了。所以嗰度提到話一粒有9種。所以聖靈的果子所注重是我們的品格，我所以們的 character building。所以聖靈嘅果子注重嘅係我哋嘅品格。好了，第二個果子，第二個果子，善事的果子善事嘅果子， ，the fruits of good works。就是做善事的果子。就係做善事嘅果子。我們看哥羅西書第1章第10節。
我哋嚟睇哥羅西書第1章第10節。Colossians 1:10。哥羅西書的第1章第10節。哥羅西書嘅第1章第10節。哥羅西書第1章第10節。Colossians 1:10。哥羅西書第1章第10節。然後哥羅西書第1章第10節 Colossians 1:10這邊說，使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悅，在一切善事上多結果子。哥羅西書1章10節講到，使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悅，在一切善事上多結果子。行事為人對得起主，行事為人對得起主，在一切善事上多結果子。在一切善事上多結果子。這個是善事的果子。呢個係善事嘅果子。那是指什麼呢？咁係指咩呢？你的行為，你嘅行為， your conduct， 你嘅行為，這就是 doing， 這個就是我們的所為。呢個就係我哋嘅所為。剛才的是我們的所事，我們的 being。頭先所講嘅係我哋嘅所事。現在這邊所講的是我們的 doing， 我們的所行所為。而家講到嘅係我哋嘅所為。Our be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our doing。我們的所事比我們的所為更重要。我哋嘅所事比我哋嘅所為更加重要。但是很多人，我們太看重所為，卻忽略所事。但係今日我哋好多人看重所為而忽略咗所事。我們常常以一個人他所能夠做的來評估他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。我哋成日去睇一個人佢可以所做嘅，去評估佢係一個點樣嘅人。我們把重點放在所為，我哋將重點擺喺所為，我們卻忽略他的所事。佢忽略咗佢嘅所事。我們顛倒過來了。我哋顛倒咗。但是所事必須是重於所為。但係所事必須係重於所為。當然我們必須要先是所事，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。我哋必須係所事。然後我們才能夠按照所事能夠有所為。我哋先可以按住所事有所為。所以先有 being， 所以先有所事，才有 doing， 先有所為。我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？我哋係一個點樣嘅人？就透過我們所做的給表現出來了。就透過我哋所做嘅表現出嚟。這是第二種的果子。呢個係第二種嘅果子。善事的果子。善事嘅果子。就是我們的行事為人必須要對得起主。就係我哋嘅行事為人必須要對得起主。在一切善事上多結果子。喺一切嘅善事上多結果子。簡單說，我們就是要有好的行為。簡單就係話，我哋必須要有好嘅行為。我們的好的行為必須是能夠對得起主。我哋嘅好行為必須要係對得起主。所謂對得起主，就是不叫主的名受羞辱。所謂對得起主，就係不叫主嘅名受羞辱。能夠叫主的名得着榮耀。能夠叫主嘅名得着榮耀。所以在我們要做一件事情之前，所以喺我哋要做一啲事情嘅之前，那你問你自己，咁你要問你自己，我這樣子做能夠榮耀神嗎？我咁樣做可唔可以榮耀神呢？我這樣子說能夠討神喜悅嗎？我咁樣講會討神喜悅嗎？明白嗎？當你不決定你要不要說，當你要決定你要唔要講，當你在決定要不要做，當你喺度決定要唔要做，當你在決定你要不要去，當你決定要唔要去，你要不要看，要唔要去睇，你要不要聽，要唔要去聽，那你問你自己，咁你要問自己，這一切能夠榮耀神嗎？呢一切能唔能夠榮耀神呢？如果你所說的不能榮耀神，那就不要說。如果你所講嘅唔能夠榮耀神，就唔好講。如果你所做的不討主的喜悅，就不要做。如果你所做嘅唔會討神嘅喜悅，就唔好做。就係咁樣。所以我們必須要在行事為人上對得起主。所以我哋必須要喺行事為人上對得起主。這是第二種果子，善事的果子。呢個係第二種善事嘅果子。第三個果子。第三個果子。奉獻的果子。奉獻嘅果子。Fruits of account。我們看的是腓立比書第4章17節。我哋嚟睇腓立比書4章17節。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4:17， 腓立比書4章17節。腓立比書4章17節。4章17節，那保羅說：我並不求禮物，只求你們的果子不斷增加，
歸在你們的帳上。腓立比書4章17節講到，保羅講到，我並不求禮物，只求你們的果子不斷增加，歸在你們的帳上。腓立比教會跟這個保羅有着非常好的關係。腓立比教會同保羅有好好嘅關係。因為呢，保羅在傳福音的時候呢，因為保羅喺傳福音嘅時候，你看第4章的第15節，我哋嚟睇第4章嘅15節。腓立比書4章15節，腓立比書4章15節，他說：腓立比的弟兄們啊，你們知道我傳福音的初期，離開馬其頓的時候，除了你們以外，我沒有收過任何教會的供給。呢度保羅講到，腓立比的弟兄們，你們也知道，在我傳福音的初期，離開馬其頓的時候，除了你們以外，我沒有收過任何教會的供給。然後第16節，我在帖撒羅尼迦的時候，你們還是一而再把我所需用的送來。16節，我在帖撒羅尼迦的時候，你們還是一而再把我所需用的送來。腓立比的教會在保羅的宣教工作上，一而再再而三的以金錢來資助他的工作。腓立比教會喺保羅嘅宣教當中係一而再再而三嘅係供應佢所需要嘅。所以保羅在監牢裏頭，所以保羅喺監獄嗰陣，他們還是一樣的派人去關心他，去給他物質上的滿足。佢哋依然派人去關心佢，去提供佢物質上嘅需要。所以腓立比教會跟保羅建立了非常美好親密的關係。所以腓立比教會同保羅係建立咗非常親密嘅關係。保羅說我並不求禮物。保羅話我並不求禮物。第17節，只求你們的果子不斷增加，歸在你們的帳上。只求你們的果子不斷增加，歸在你們的帳上。原來我們所奉獻的不是失去，我哋所奉獻嘅唔係失去，我們所奉獻的，我哋所奉獻嘅是加在我們的帳上，係加在我哋嘅帳上。保羅說：只求你們的果子，就是奉獻的果子呢，增加歸在你們的帳上。保羅話：只求你們的果子不斷增加，歸在你們的帳上。因為你再看那個第18節。我哋再嚟睇第18節。第18節，保羅說呢：我從以巴弗提收到你們所送的，好像馨香之氣，是神所接納、所喜悅的祭物。18節講到，保羅講到，我從以巴提弗收到你們所送的，好像馨香之氣，是神所接納、所喜悅的祭物。原來我們所奉獻的是一種神，好像馨香之氣一樣，是上帝所接納、所喜悅的祭物。原來我哋所奉獻嘅好似馨香之氣，係神所接納、所喜悅嘅祭物。我們所奉獻的就是祭物。我哋所奉獻嘅就係祭物。而這些的祭物呢？而呢啲嘅祭物就加在我們的帳上。就加喺我哋嘅帳上。所以我們在天上都有一個 account。所以我哋喺天上都有一個帳號。我們可能在地上的 account 是很滿的。我哋可能喺地上嘅帳號係好滿嘅。像天上的 account 呢？但係喺天上嘅帳號。你有沒有按時存款在天上的 account？ 你有冇按時存款呢？有沒有啊？我們很按時把錢全部存在地上的 account。我哋按時將錢存喺我哋地上嘅帳戶 Our bank account up there。我們上面的 account 你知道嗎？你有沒有 account？但係我哋喺上面嘅帳戶呢？有沒有開一個戶口在上面？快點開一個戶口。有冇喺上面開一個戶口呢？登記你的名字，還有你的戶口號碼在上面。登記上面的銀你嘅名同行戶號碼。是最保障的。上面係最保障嘅。而且上面的利息是最高的。上面嘅利息都係最高嘅。真的，上面的利息是最高的。上面嘅利息係最是高嘅。絕對不會有人來偷的。係絕對唔會有人嚟偷你的錢不嘅。會丟掉的。亦都唔會所以趕遺失。快在天上開一個 account。所以盡快喺天上面開一個戶誰還口。沒有開 account 的，快點舉手一下。我幫你開一個 account。保羅說：盼望你們的所奉獻的都歸到你們的帳上。保羅話：盼望你們所奉獻的都歸到你們的帳上。這個是奉獻的果子，the fruit of account。呢個係奉獻嘅果子。當然，這個 account 是不單只是金錢的奉獻。當然呢個唔單止係講緊金錢嘅奉獻。這個奉獻的果子是一種的付出 contribution。呢個奉獻嘅果子係一種付出。除了奉獻金錢，除咗奉獻金錢，你和我還能夠奉獻什麼？你同我仲可以奉獻咩呢？啊？還有什麼？沒有啦。
只有奉獻錢而已啊！奉獻時間，你的時間，我哋可以奉獻時間，奉獻你的時間，奉獻你嘅時間，奉獻你的時間來侍奉神，來做神的工作。去侍奉神，做神嘅工作。還有呢？奉獻什麼？仲可以奉獻咩呢？啊？什麼 ？OK， 你的恩賜呀，你的恩賜可以奉獻你的恩賜。賜。還有呢？仲有呢？你的愛心。你嘅愛心。呀，這些我們都可以奉獻的。呢啲都係。除了奉獻錢，除咗奉獻錢，我們可以奉獻時間。我哋可以奉獻時間。奉獻愛心。奉獻愛心。去關心人。去關心人。去幫助人。去幫助人。我們可以奉獻時間、奉獻愛心、奉獻恩賜、奉獻能力，去做神的工作。我哋可以奉獻時間、奉獻愛心、奉獻能力去做神嘅工作。而你所奉獻的，而你所奉獻嘅，不是失去，唔係失去。It's not a loss。呢個唔係一種失去，係賺取。是在你的賬戶的那個賬上。係喺你嘅賬戶嘅賬上面。我們所付出的這一切，都是歸到你的賬上。你所付出嘅一切都係歸在你嘅賬上。所以你必須要確定在天上你有一個戶口。所以你必須要確定你喺天上有冇一個戶口。然後不斷地去增加你這個戶口的那個存續量。然後不斷去增加你呢個戶口嘅存。這就是第三個奉獻的果子。呢個係第三個奉獻嘅果子。第四個。第四。嘴唇的果子。嘴唇的果子。Fruit of lips。OK， 那什麼意思呢？我們看希伯來書13章15節。咁我哋嚟睇希伯來書13章15節。希伯來書的13章15節。希伯來書嘅13章15節。希伯來書13章15節 ，Hebrews 13:15。希伯來書13章15節。他說：所以我們要借着耶穌，常常把頌讚的祭品獻給神，這就是承認他的名的人嘴唇的果子。15節講到，所以我們要藉着耶穌，常常把頌讚的祭品獻給神，這就是承認他的名的人嘴唇的果子。把頌讚的祭品獻給神。把頌讚的祭品獻給神，也把感恩的祭品，亦都將感恩嘅祭品。這是承認他的名的人嘴唇的果子。呢個就係承認他的名的人嘴唇的果子。這個是什麼果子呢？呢個係咩果子呢？這是言語的果子。呢個係言語嘅果子。Our conversation，我們的言談。我哋嘅言談。我們要把頌讚歸給神。我哋要將頌讚歸俾神。我要把感恩歸給神。我哋要將感恩歸俾神。OK， 感謝跟讚美。感謝同讚美。感謝跟讚美不一樣啊。感謝同讚美唔一樣。感謝跟讚美不一樣啊。感謝同讚美係唔一樣。但是很多時候，我們常常聽到人禱告，主啊，我們感謝讚美你。好多時候我哋聽到人禱告講，有人講話，主，我哋感謝讚美你。我們都很懶惰。我哋都好懶惰。我們都很籠統。我哋都好籠統。我們說冚唪唥，有聽嗎？冚唪唥，主啊，我們感謝讚美你。我哋就話主啊，我哋感謝讚美你。所以感謝讚美不一樣，你知道嗎？感謝同讚美其實唔一樣。感謝跟稱讚跟讚美是不一樣的。感謝同稱讚同讚美係唔一樣嘅，明白嗎？什麼是感謝？咩係感謝呢？ Give thanks to God。什麼是感謝？咩係感謝呢？什麼是感謝？我們什麼時候感謝人？我哋喺咩時候會感謝人？別人幫你做一些事情，你感謝他，對不對？謝謝你幫我做功課，OK？ 有人幫我哋做咗一啲事情，我哋會感謝佢。有人幫我們做了事情，我們就感謝他，OK？ 有人幫我哋做咗事情，我哋就會感謝佢。仲有呢？沒有啦？還有呢？什麼？人家送你禮物你生日了，你周年紀念了，人家送你禮物，你就感謝他，哇，送我。有人送禮物俾你，你都會感謝佢，對嗎？還有呢？仲有呢？我們感謝人是因為他幫助我，我們感謝因為他送我禮物，我們感謝他 ，right？
We 我哋 give 感 thanks for 謝 people helping you, and we give thanks for people, giving you the gift. 我們要感謝他。我哋感謝人係喺人幫助咗我哋或者俾我哋禮物嘅時候。那讚美呢？咁讚美呢？稱讚呢 ？Praise。讚美同稱讚呢？我們什麼時候稱讚人？我哋喺咩時候稱讚人？我們只會求，我們都不會稱讚的。我們只會求，我們也不會感謝的。我們太多會求，一開始禱告求，都是對嗎？我們一開始禱告就是求。我哋好多時禱告都係讚美。什麼叫讚美？咩叫讚美呢？啊 ？When do we praise people? Or what do we praise people for? 啊 ？He is a very handsome boy， 我們稱讚他，對不對？She's a very pretty girl， 我們稱讚她。我們對嗎？我們說，我感謝你，你很漂亮。奇怪，你會不會我英俊，你感謝我做什麼？對吧？我們沒有說我感謝你，因為你很英俊。奇怪，我們說你很英俊，我們稱讚他，對不對？呀，他很愛主，我們稱讚他。他很孝順父母親。sorry， 忘記了翻譯。唔知邊度？我哋繼續。OK，我們稱讚他，因為他的那個，我們稱讚他的所事 ，because of her or his being。我哋稱讚人通常係因為佢嘅所事。他是一個很孝順父母親的孩子。佢係一個好孝順父母親嘅孩子。他是一個很樂於助人的人。佢係一個樂於助人嘅人。他是一個很老實的人。佢係一個好老實嘅人。我們稱讚他，對不對？我哋就稱讚佢。因為他是很屬靈、很愛主的人，很謙卑的人，我們稱讚他。佢係一個好屬靈、好愛主嘅人，好謙卑嘅人，我哋就稱讚佢。We praise God for who God is。所以我哋稱讚美神係因為佢嘅所事。我們讚美神，因為他是。我哋讚美神，因為佢係。我們的神是怎麼樣的神？我哋嘅神係點樣嘅神？我們的神是慈愛的、公義的、全能的、信實的、良善的，對不對？這個是我們的神的屬性。我們的神就是一個這樣的一位神。我哋稱讚嘅就係神嘅屬性，佢係公義嘅，佢係慈愛嘅。我們讚美你，因為你是偉大的神。我哋話神啊，我哋讚美你，因為你係偉大嘅神。我們稱讚你，因為你是那位奇妙的神。主要我哋稱讚你，因為你係嗰位奇妙嘅神。我們稱讚你，因為你滿有慈愛公義的神。我哋稱讚你係因為你係嗰位慈愛公義嘅神。我們很少稱讚上帝、讚美上帝。但係我哋好少稱讚上帝、讚美上帝。我們很少會稱頌神的屬性。我哋好少會去稱頌神嘅屬性。所以頌讚、讚美是稱頌 ，Praise God for who He is， 神的所事。所以我哋讚美嘅係神嘅所事。那感謝神的所做。感謝神嘅所做。他聽我們禱告。佢替我哋禱告。他醫治我們的病。佢醫治我哋嘅病。他幫助我們度過困難。佢幫助我哋度過困難。他賜福我們。佢賜福我哋。感謝他。咁我哋就感謝佢。所以感謝跟讚美是不一樣的。所以感謝同讚美係唔一樣。所以以後你不要那麼籠統，主啊，我們感謝讚美你。那神說你感謝我什麼？你讚美我什麼？所以我哋唔好咁籠統話，主啊，我哋感謝讚美你。詩篇從來沒有把感謝跟讚美放在一起。詩篇從來冇將感謝同讚美擺埋一齊。讚美是讚美。感謝係感謝，讚美係讚美。感謝神的所作所為。感謝神嘅所作所為。稱讚神的所事。稱讚神嘅所事。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頌讚的祭品獻給神。所以我哋要將呢個頌讚嘅祭品獻俾神。我們要常常頌讚神。我哋要成日頌讚神。讚美神。感謝神。感謝神。這是我們基督徒應該，這是我們的嘴唇的果子。呢個係我哋嘴唇嘅果子。不要整日只會求。唔好成日淨係去求。感謝他。要感謝佢。稱讚他。稱讚佢。這是我們應該有的祭品。呢個係我哋應該有嘅祭品。當然，我們也可以再延伸我們的嘴唇，必須要能夠說造就人、鼓勵人、安慰人的話語。當然，我哋可以延伸我哋嘅嘴唇嘅果子去說一啲造就人嘅說話。
這個就是我們的嘴唇的果子。呢個就係我哋嘴唇嘅果子。不要批評人，唔好批評人，不要咒詛人，唔好詛咒人，不要誹謗人，唔好毀謗人，不要說三道四，唔好說三道四，不要搬弄是非。唔好搬弄是非。我們就是不應該有這些嘴唇的果子。我哋係唔應該有呢啲嘴唇嘅果子。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這就是我們應該有的嘴唇的果子。呢個就係我哋應該有嘅嘴唇嘅果子。因為雅各已經說了嘛，雅各已經講過，如果有人可以在言語上沒有過失的話，如果有人可以在言語上沒有過失的話，他就是什麼人？係咩人呢？完全人。就係完全嘅人。如果有人可以在言語上沒有過失的話，如果有人可以喺言語上冇過失的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佢就係完全人。所以很顯然，你和我都不是完全人。所以好顯然，你同我都唔係完全人，包括我在內。包括我在內。因為我們都在言語上有過失。因為我哋都喺言語上有過失。我們很喜歡在人的背後批評人家。我哋好中意喺人哋嘅背後批評別人。在人的背後指指點點嘅。在別人的背後指指點點。我哋好中意督背脊嘅。我們很喜歡督背脊。總而是我們基督徒必須要真的在言語上謹慎。總之，我哋基督徒必須要喺言語上謹慎。我們的言語是要感謝神、稱讚神。我哋嘅言語係要感謝神、稱讚神。雅各說：我們怎麼可以用同一張嘴巴感謝主、稱讚主？雅各話：我哋點樣可以用同一個嘴巴去感謝神、稱讚神？又用同樣嘅嘴巴去咒詛人、去罵人。又用同樣嘅嘴巴去詛咒人、去鬧人呢？可唔可以啊？可唔可以咁呢？不可以用同一張嘴巴去祝福人。唔可以用同一個嘴巴去祝福人。又用同一張嘴巴一起去咒詛人。又用同一個嘴巴去不可以詛咒人，唔可以咁嘅。基督徒，你和我必須要好好的約束我們的這一片薄薄的東西。所以我哋基督徒要好好去約束我哋呢個嘴唇。很薄，對不對？呢個好薄嘅嘴唇。但係全身最毒的。但係佢反而係全身最毒嘅。所以我們要好好的約束我們的嘴唇。所以我哋要好好咁去約束自己嘅嘴唇。在原理上，我們是在獻嘴唇的祭品給上帝。喺言語上，其實我哋係獻緊嘴唇嘅果子。好，第五是福音的果子。第五係福音嘅果子。我們看羅馬書第1章的13節。我哋嚟睇羅馬書1章13節。羅馬書的第1章的第13節。羅馬書嘅1章13節。羅馬書 Romans chapter 1 verse 13 Romans 1:13 羅馬書第1章第13節。羅馬書嘅第1章13節。那保羅對羅馬的教會說：弟兄們，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好幾次預先定好了要到你們那裡去，為了要在你們中間也得一些果子，像在其他的民族中間一樣。可是直到現在還有阻礙。保羅喺呢度講到：弟兄們，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，我好幾次預先定好了要到你們那裡去，為了要在你們中間也得一些果子，像在其他的民族中間一樣。可是直到現在還有阻礙。他說我要在你們中間得一些的果子。佢講到話，我要在你們中間得一些果子。這個就是指福音的果子。呢個就係指福音嘅果子。什麼叫福音的果子呢？咁咩叫做福音嘅果子？就是帶領人歸主啦。就係帶領人歸主。傳福音給人，使他能夠信主。傳福音俾人，使佢能夠信主。帶領人信主，這就是福音的果子。帶領人信主就係福音嘅果子。所以我們每個基督徒，耶穌基督說：你們都要去。所以每一個基督徒，耶穌基督都話：你們要去。你們都要去。你們要去。去哪裡？去邊度呢？到普天下去旅行。去普天之下旅行。真的嗎？耶穌基督說的嗎？你們要到全世界去。耶穌基督話你要到全世界去。去旅行。去旅行。係咪啊？係咪咁呢？耶穌講的你們要到全世界去。耶穌話你要到全世界去。真的，馬可福音第16章。的確，佢喺馬可福音入邊有講到。你們要到普天下去。你們要到普天下去。做什麼？做咩呢？使萬民做我的門徒。
使萬民作我的門徒。你們要到全世界傳福音給人聽。馬可福音16章，你們要到全世界去傳福音。我們要到全世界去。我哋要去全世界，除了旅行，除咗旅行，也要傳福音，亦都要傳福音。我們要到普天下去，我們要去 go。我哋係要到普天下去。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， 使萬民做我的門徒。使萬民作主耶穌嘅門徒。耶穌基督已經把這個救人的工作託付了我們。耶穌基督已經將呢個救人嘅工作託付咗俾我哋。他成就了救人的那個救恩。佢成就咗救人嘅救恩。然後他要我們去做救人的工作。然後佢要我哋去做救人嘅工作。怎麼做？點樣做呢？去傳福音。去傳福音。告訴人耶穌愛你。話俾人知耶穌愛你。他為你而死。佢為你而死。只要你信他。只要你信佢。罪得赦免。罪得赦免。你就得永生。你就得永生。成為神的兒女。成為神嘅兒女。就這麼簡單。就係咁簡單。去傳。去傳。用嘴巴去傳。用嘴巴去傳。這也是我們的嘴唇的果子。呢個都係嘴唇嘅果子。去帶領人信耶穌。去帶人信耶穌。做個人佈道。做個人嘅佈道。你的家裏可能還有人還沒有信耶穌的。你屋企入邊可能仲有人未信耶穌。你的鄰居。你嘅鄰居。你的同學。你嘅同學。你的同事。你嘅同事。你的親戚。你嘅親戚。你的朋友。你嘅朋友。我們周邊多數都是還沒有不信主的人。我哋周邊好多數都係未信主嘅人。他們不信。佢哋唔信。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聽到福音。係因為佢哋仲未聽到福音。因為信道從聽道而來。因為信道從聽道而來。信必須要從聽而來。信必須要從聽而來。那麼聽從哪裏來？咁聽係從邊度嚟呢？聽要從哪裏來？呢個聽要係從邊度嚟？要有人傳嘛，對嗎？就要有人傳。要有人講嘛。要有人講。沒有人傳，沒有人講，他們哪來聽呢？冇人去傳，冇人去講，佢哋點樣聽到呢？所以你和我要去傳。所以你同我要去傳。去告訴他。去話俾佢哋知。神愛你。神愛你。耶穌為你而死。耶穌為你而死。他要叫你信他得永生。佢要你信佢得永生。搞掂3句話。就係有3句話。神愛你。神愛你。耶穌為你而死。耶穌為你而死。要你信他得永生。要你信佢得永生。會嗎？3句話不能嗎？就係3句説話。搞掂。傳福音就是其實傳福音很簡單的。其實傳福音係可以好簡單。真的，傳福音很簡單，很簡單，很簡單。傳福音係好簡單嘅。告訴他神愛你。同佢講神愛你。他把耶穌給你。佢俾耶穌你。要你信他得永生。要你信佢得永生。那就是約翰福音3章16節。呢個就係約翰福音3章16節。只有3句話不能嗎？就係3句話。神愛你。神愛你。他把耶穌給你。佢將耶穌俾你。要你信他得永生。要你信佢得永生。就這樣子，就係咁。還不到1分鐘我就傳了。可能唔到1分鐘就傳完啦。我可以用1分鐘傳福音。我可以用1分鐘傳福音。我也可以用1個小時傳福音。我亦都可以用1個鐘去傳福音。其實這麼簡單。其實係好簡單。但是很多基督徒根本就沒有傳福音。但係好多基督徒根本就冇去傳福音。很多基督徒根本就沒有傳福音。好多基督徒根本就冇傳福音。可能在他一生當中，他都未曾傳過一次福音。有可能佢一生當中都冇傳過福音。為什麼？點解呢？他不覺得這是他的責任。因為佢唔覺得呢個係佢嘅責任。我們總是認為傳福音是傳道人的責任。我哋總係認為傳福音係傳道人嘅責任。傳道人顧名思義就傳道。因為傳道人顧名思義就係傳道。如果傳道不傳道，那是強盜。如果傳道唔傳道，佢係強盜。傳道就顧名思義要傳道。傳道顧名思義就係要傳道。不是。但唔係咁嘅。耶穌是對所有的信徒說。耶穌係對所有嘅信徒講。你們要去。你們要去。所以基督徒，這是神給我們的使命。所以呢個係神俾我哋基督徒嘅使命。傳福音是每一個基督徒的責任。傳福音係每一個基督徒嘅責任。除非你不做基督徒。除非你唔做基督徒。我再說，除非你不做基督徒。除非你唔做基督徒。但你一旦是基督徒。但係你一旦係基督徒。你就責無旁貸的要傳福音。你就責無旁貸嘅要去傳福音。呢個係你嘅責任。當然也是我的責任。亦都係我嘅責任。大家的責任。係我哋大家嘅責任。第二呢，我們對人的得救沒有迫切感。第二就係我哋對人嘅得救冇迫切感。真的。係真嘅。除了我們不曉得這是我們的責任之外，我們對這個靈魂得救沒有迫切感。除咗我哋唔知道呢個係我哋嘅責任之外，我哋亦都冇呢個迫切感。還是可以慢慢等，慢慢懶散，慢慢等，無所謂，無所謂。很多的理由借口，我們就不去傳福音。
所以我哋就猛咁去等好多嘅理由藉口唔去傳福音。我們沒有迫切感，我哋冇呢個迫切感，常常等到 the last minute。所以我常常對我的會友說：請你千萬不要等到你的爸爸媽媽在咽下最後口氣之前才叫你傳福音，我無能為力。所以我成日同我啲會友講話，你唔好等到你父母係最後一口氣嘅時候先同佢傳福音。做做奄奄一息，我怎麼傳福音啊？當我哋睇住佢哋奄奄一息嘅時候，我哋仲點傳福音俾佢哋呢？我叫我怎麼傳？咁我要點樣傳福音俾佢哋？為什麼要等到那一個分鐘，你才會叫牧師來傳福音呢？點解要等到嗰1分鐘你先叫牧師嚟去傳福音呢？為什麼？點解呢？為什麼？之前為什麼我們不會傳福音給他？點解之前唔傳福音俾佢哋呢？只是要等到那一個最後那一刻嘅時候，總係要等到最後嗰一刻嘅時候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等。所以弟兄姊妹唔好等。第三個原因。第三個原因。我不會傳。我唔識傳。那你來學。咁你嚟學。傳道部有開這個個人佈道訓練啦。傳道部會開呢個個人佈道訓練。你嚟學。我們來教你，跟你一起學，怎麼樣去傳福音。我哋嚟教你，同你一齊學點去傳福音。但係你如果唔肯學，那怎麼辦？咁點算呢？你不會，你又不學。你唔識，但係又唔學。學了你又不做。學咗又唔做。做了又做錯。做咗又做錯。這點解？那為什麼呢？講了唔聽。說你又不聽。聽了唔做。聽你又不做。做又做錯。做你又做錯。點解？點算啫？那怎麼辦呢？唉，真係。弟兄姊妹，你問你自己好了，你問你自己，從你信主到今天，你向多少人傳福音？你要問下你自己，由你信主到而家，你傳咗幾多福音？基督徒，請你好好問你自己。所以基督徒，請你好好問你自己。從你信主到今天，從你信主到今日，我不問你帶領多少個人信主，我唔問你帶咗幾多人信主，我只問你，你向多少個人傳過福音？我只問你，你向幾多個人傳過福音？你向多少個人做過見證？你向幾多嘅人做過見證？你問你自己。你問你自己。好嗎？你問你自己。你要問你自己。你的家人。你嘅屋企人。你的親戚朋友。你嘅親戚朋友。你的鄰居。你嘅鄰居。你的同學。你嘅同學。你的同事。你嘅同事。你曾幾何時開口把福音告訴他們？你曾幾何時開口將福音話俾佢哋知呢？我們的責任只是把福音告訴他。我哋嘅責任係將福音話俾佢哋知。他信不信在於上帝。佢信唔信係在於上帝。你傳福音給他，他不信，你不用感到好冇面啊！你不需要感到好冇面。你傳福音俾人，如果佢唔信嘅話，你唔需要覺得好冇面，係沒有面子。你不用感覺到很內疚、很愧疚。點解你唔信啫？你唔需要覺得好似好冇面。我們的責任是把福音告訴他。我哋嘅責任係將福音話俾佢哋知。信不信在於他。信唔信係在於佢。在聖靈。在於聖靈。是聖靈在他心中感動他，叫他信。係聖靈喺佢哋心中感動佢。唔係我哋嘅工作。我的工作只告訴你。我哋嘅工作只係話俾佢知。就像我把神的道來告訴你們，傳給你們。就好似我將神嘅道話俾你哋知。聽不聽？聽唔聽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在於你。係在於你。不在於我。唔在於我。我的工作是把神的話語告訴你。我嘅工作係將神嘅話語話俾你知。你願唔願意聽？你願唔願意信？你願唔願意信？你願唔願意行？你願唔願意行？係你跟上帝嘅關係。呢個係你同上帝嘅關係。與我無關。同我無關。我的責任是告訴你而已。我嘅責任係話俾你知嘅啫。你唔信？你不聽？你唔聽？你不行？你唔行？求主憐憫。咁就求主憐憫。就是這樣子。就係咁。我們傳福音也是如此。我哋傳福音都係如此。好，最後一個果子。最後一個果子。是什麼果子？係咩果子呢？想想，最後一個果子。諗一諗，最後一個果子。第一個是聖靈的果子。第一係聖靈嘅果子。第二是善事的果子。第二係善事嘅果子。第三是奉獻的果子。第三係奉獻嘅果子。第四是嘴唇的果子。第四係嘴唇嘅果子。第五是福音的果子。第五係福音嘅果子。第六。第六。仲有咩果子？你想食咩果子？還有什麼果子呢？第六個果子，生養的果子。第六個果子係生養嘅果子。The womb。OK， 嗱，這個就是，你看創世記1章28節。我哋嚟睇創世記1章28節。創世記第1章第28節。創世記1章28節。創世記1章28。創世記1章28節。
創世紀第1章第28節說，神就賜福給他們，對他們說，要繁衍增多，充滿這地。創世記1章28節，神講話，神就賜福給他們，對他們說，要繁衍增多，充滿這地。這個繁衍增多呢，它的原文就是 the fruit of the womb， 就表示你要懷孕生子。呢個繁衍增多喺原文當中意思就係指你要懷孕生子。再看詩篇127篇第3節。再嚟睇詩篇127章3節。詩篇127篇，詩篇127篇。詩篇127篇。第3節 ，Psalms 127 verse 3。第3節。詩篇127篇第3節。詩篇127篇的第3節。詩篇127篇第3節。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，腹中的胎兒是他的賞賜。呢度講到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，腹中的胎兒是他的賞賜。腹中的胎兒在原文也是翻譯成 the fruit of the womb。腹中的胎兒喺原文當中亦都係翻譯成生養的果子。腹中的胎兒就是腹中的果子。腹中嘅胎兒就係腹中嘅果子。是他的賞賜。是他的賞賜。所以兒女是耶和華所給我們的產業，你腹中的這個胎兒就是果子，是神的賞賜 ，is a reward from God。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，腹中的胎兒是他的賞賜。所以最後的果子就是生養的果子。所以最後呢個果子就係生養嘅果子。那麼這個是什麼意思呢？咁呢個係咩意思呢？就是孩子，神把孩子給我們。就係孩子，神將孩子俾我哋。神把孩子賜給在座的每一位父母親。神將孩子賜俾在座嘅每一位父母親。是神的產業。係神嘅產業。神的賞賜。神嘅賞賜。那因此，我們就是神的這個產業的管家。所以我哋就係神呢個產業嘅管家。兒女是神給我們的產業，我們是這些兒女的管家，我們是神的管家。兒女係神俾我哋嘅產業，所以我哋係呢個產業嘅管家。那既然是管家，我們就需要好好的去管理跟善用。既然係管家，我哋就要好好去管理同埋善用。管家就是要管理跟善用主人的一切。管家就係要去管理同埋善用主人嘅一切。所以上帝把孩子給我們，我們是代替上帝來好好的管教這個孩子。所以上帝將兒女俾我哋就要代替上帝好好去管教。我們要教養他們一生都能夠走在神的道路上。我哋要教養佢哋一生都走在神嘅道路上。箴言書22章說，我們要教養他走當行的路，到老他也不偏離。箴言22章講到，我哋要教養孩子到老也不偏離。父母親不單只是要供養孩子們的一切。父母親唔單止要供養孩子需要嘅一切，父母親你更必須要教導你的孩子走一條正確的道路，到老他也不分離，他也不離開。父母親亦都係要教導孩子，讓佢哋走一條神嘅道路。教養孩子走當行的路，教養孩子走當行嘅路，到老他也不偏離。到老他也不偏離。因為是上帝給你的果子。因為呢個係上帝俾你嘅果子，生養的果子，生養嘅果子。好，就是這個六種的果子，就係呢6種嘅果子，就是我們生命的果子，就係我哋生命嘅果子，聖靈的果子，聖靈嘅果子，善行的果子，善行嘅果子，奉獻的果子，奉獻嘅果子，嘴唇的果子，嘴唇嘅果子，福音的果子，福音嘅果子，還有生養的果子，仲有生養嘅果子。所以不要講到果子，只想到聖靈的果子。所以講到果子嘅時候，唔好淨係諗到聖靈嘅果子。憑果子認出生命。憑果子認出生命。We know them by fruits. We know their life by their fruits. 我們是憑果子認出生命。我哋係憑果子去認出生命。所以基督徒，所以基督徒，我們必須有這個果子。
所以基督徒我哋必須要有呢個果来子，显出我们的生命。嚟顯出我哋嘅生命。有怎么样的生命，就有怎么样的果子。有點樣嘅生命就有點樣嘅好果子。树不结坏果子，好樹不結壞果子，坏树不结好果子。壞樹不結好果子。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结坏果子，坏树不结好果子。可以讲吗？好樹結好果子，壞樹結壞果子。好樹不結壞果子，壞樹不結好果子。好了，看不看？回去练这个口诀哈。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结坏果子，坏树不结好果子。OK， 凭果子认出那棵树。憑果子認出生命。一样，我们凭生命的果子认出我们的生命。一樣，我哋都係憑住生命嘅果子去認出我哋嘅生命。反省，你是活在舊的生命，還是活出新的生命？所以我哋要知道我哋係活出舊嘅生命定係新嘅生命。如果是新的生命，那有沒有新的果子？如果係新嘅生命，咁有冇新嘅果子呢如果你？發現你依然沒有改變，如果你發現你依然冇改是變，你依然活在舊的生命裏頭。就係指你依然活喺舊嘅生命裏頭。所以求主幫助我哋。好，把時間交給主席。请弟兄姊妹一起起立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，是世纪颂赞的248首。永生神的灵，我们可以唱2次吗？因为它这个很短。Let's sing the hymn 248. Could we sing 2 times? Because it's quite short, this one. 248.恳求修神真的灵来浇灌我，恳求永生神的灵来浇灌我，随我容我抛我用我，恳求永生神的灵来浇灌我。再来，恳求永生神的灵来浇灌我，恳求永生神的灵来浇灌我，随我容我抛我用我，恳求永生神的灵来浇灌我。好，会众请坐。好，家事报告之前，今天有没有新朋友？